想问一下，就是吴益农他有提出全民皆兵的线，就是让谁讲的？吴益农就是那个民进党的。那个渣男呐，不要听他的。诸位好，这个在开始今天的议题之前因为您在刚刚那个进来前受访的时候讲了一些话，我想给您再说明一下的机会了哈。因为吴益农他经常是智库的成员嘛，他经常做一些研究，那他提到说全民皆兵要祖国土防卫队的主张等等了哈。那或许您意见不一定一样，但是您可能说这个是渣男，不要理他，诸如此类哈。那引起了轩然大波了，因为渣男这件事情跟吴益农好像大家不是传统中印象不太这样定位他，那是不是您讲多了还讲快？您要不要再讲一次，好不好？我想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理他。我讲渣男，我不记得我讲渣男。有，您有这样的说？我讲渣男吗？对。所以我的意思说，让您是不是再说一次？因为我再讲一下，我插话一下，我相信主委是有风度教养的人啦，不会讲这些没礼貌的话啦，哈。不，因为媒体都已经现在蛮轩然大波了所以是不是让您再说一次，好不好？因为您的原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年轻人。是。但是呢，他一些想法，我觉得偏离主题。我极不喜欢。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叫全民国防。我假如有讲的渣男呢，决定不是说他个人是渣男，我觉得这个计划是不值得考虑的。我可能是这个方面，我讲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计划很渣，但你不是说他是渣男这样子。我想我不至于要去伤害他。OK， 因为私底下他跟我还蛮要好的。好吧，这个澄清很重要了因为毕竟我们人都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激烈辩论，但是真的，我觉得要把吴益农跟渣男画上等号，跟我们一般认知是不太一样。我希望他不要太难过，我不是故意的。好，你已经澄清了，您认为您觉得他的意见不够好，但是您不是认为他是渣男，对？是。好。